秋刀鱼会过期，肉酱也会过期，连保鲜纸都会过期。我开始怀疑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。有一首歌叫做《日出时让恋爱终结》，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。怎么样才可以让我忘记阿明？我跟我自己講，係我。如果有多張船飛，你會唔會同我一齊走？如果不是心里一直想着你，我不会来找你。人家说失恋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，可是我覺得沒有什麼。李耀輝，不如我哋由頭嚟過。不如由頭嚟過啊！呢個說話何寶榮嘅口頭禪，我要承認呢個說話對我嚟講好有殺傷力。每個人去2046都只有一個目的，就係揾翻佢哋失去咗嘅回憶。因為喺2046呢個地方，所有嘅嘢都係唔會改變。冇人知道呢個係咪事實，因為去咗之後，從來都冇人翻過嚟。